年武。陈总，经过我信中的新闻，遐走私的会交金对这报童来讲是真不利。大家认为报童的是主谋。你讲你毋是有在现场，你有看过落去？是啊，就算讲保罗伊是主谋，伊嘛是共犯啊。那安尼，你看这件代志要安怎？假使讲保罗伊若家己毋主动出来投案，咱只好采取行动啊。我这件代志交代你办。哎，警官，你爱找顺昌哦。是啊。食拄到，无恁好好讲者，我倒来开会。这个项目，到你来。顺昌，你敢真是要去抓保童？掠来遐个嫌疑犯，每一个拢讲保罗是主谋，到这种地步，我就是有心要甲伊暗号，嘛是无可能。要毋过阿嬷再三要求你妈妈莫讲出保童，假使你若出面去抓伊，我惊你妈妈立场一定会真为难。而且阿嬷这世人嘛袂原谅你妈妈。是，这是我的职务啊。假使讲保罗伊家己若巧，伊应该主动来投案，免等我去抓伊啊。顺昌，我会当了解你心内的痛苦。假使你若无去抓保童，你有搁失职。要毋过你若是抓保童，你妈妈又搁变成好家的罪人。好家的人永远嘛袂原谅你妈妈。金段，你真是看破我的心思。人讲做代志困难，做人还搁较困难。啊，无安尼，你莫去参加抓保童的行动，互别人去抓伊，你想安怎？我相信金主管一定会体谅你的。金段，多谢你。伫我每一届伫咧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阵，拢是你伫咧边仔，伫咧支持我、鼓励我。好，爽快，咱就1000万讲定，啊，你着搁补我400万呢。好好，我随时去，吼，好，多谢。安怎？哎呦，大贵请我出1000万，啊，加400万互咱咯。嘿啊，伊讲机票开好啊，叫我即摆去客呢。哎，随去摕啥钱啊？我也无按算要卖土地，是叫你将土地讨倒转来，无要卖地去人摕啥物钱？阿爸，你莫滚耍笑啦！迄个大quyền享受咱这个土地，是享受到流水烂呢，哪有可能会行咱啦？你莫咧安尼咧妨歹做人好无？啥物咧歹做人？过去份是你偷卖，毋是讲我家己卖了后就咧反乱啊？互啥物人歹做人？好啊啦，这大贵吼，欠出1000万加400万，这价钱安尼算袂歹啊。好啊啦，贵煞煞去。要安怎算落去？阿母，1000万呢？报党敢无法度摕1000万互我着？地卖前卖遐钱哦，费累了了啦。哪有啦？我身躯还阁300万伫咧啦，等下迄400万若摕转来，拢总互你嘛。假使咧你若阁无满意，我才阁想办法还你300万啦。你凊彩讲，你有在地还我300万？啊？建筑代志啊，世间两个无放下使有啦。我无看人囡仔趁像你啊，这个无像样。哎呦，你毋是共款哈？家己后生要变好，你也无爱相信伊，无爱互伊一个机会，伊哪有法度变好啦？都对。阿母，伊竟然做啥歹代志，也是做毋对。你毋是替伊讲话，就是咧暗号伊。天落落来，你拢替伊伫咧躺，你拢替伊伫咧做过山，伊永远就无机会变好的。阿爸，我的代志你莫怪阿妈头壳顶去啦，就算讲我歹囝啦，龙珠嘛回头的时阵啊，搁再讲，我会安尼做嘛是为着要表现互美国仔看，结果咧，美国仔离开我啦，你也看无起我啦，我知啦，你拢看无起我啦，你咧讲些啥物笑话？甲你不成才不成义，怪你恁头壳顶来。你啥毋检讨你家己所作所为，拢互人袂得原谅，互人失望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较早的代志莫搁讲好无啦？地毋买也买去啊啦，讲遐有较大。不懂，来，紧去来摕钱吼，钱摕倒才讲哈。紧去，较紧的哈。
好啊啦，你也莫生气啦啊！阿母，毋是我爱念伊爱讲伊啦，伊总是我家己的囝，我嘛希望讲有一天伊会出头天。谁知伊安尼，所以真失望。毋知到第时伊才会改变的变好，才孤苦。400万，当然，啊你真是要搁保动来甲输到400万啊？啊，这个无亲像你以前的作风嘛。我是叫伊来摕钱啦，但是这个钱伊摕去摕袂去，就要看伊有迄本事。像我安尼想来想去，跟这招数的失败，我一直感觉讲是保同我这个狗囡仔泄大风声。这个臭灰囡仔哦，当然，小等下来哦，我会一等下带饱，替当下出一口气。刚才你咪早就安排好势啊！交代遐个囡仔，万一若是出代志，咱将所有代志拢经由保同我去承担，安尼招数就甲咱一点仔关系都无啊！确实也是当下你厉害的，有够精明高招。但过一片已经冲光去啊吼。事实上，等下你嘛算是袂少的。真无咧是讲讲见的你啊！啊好讲啊，你毋讲啊，不该讲啊，靠我讲，啊他当下啥物根本，啊孙子遐当时要算啥？会无坑个心肝头的啦。不过吼，这个毋知囡仔害吼，若马拄着吼，好我甲教示一下。我是普通人，毋知过来，我来修理一下。长啊，你甲我冷静，我会拍死。钱呢？钱一只400万，干，你搁后悔啊？我袂后悔。这个钱早晚是你的，要毋过伫落月迄天，你叫顺昌，顺昌是早晚就来领，到时阵听讲你会连我所拣出来。那我都讲过啊，我袂连累你啦。哼，你干那安尼讲，我哪会放心啊？较算若是会当，互你莫去互你遐去，安尼毋是更加好啊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会当互我无代志是毋？当然啦，顺昌是看到你唯一的证明。顺昌我若是死，安尼死人当然是袂讲话。哼，我的意思安尼你知吼？啊，你是讲叫我去台顺昌啊？袂用是啦，代志袂安尼做啦。我同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叫你去刣顺昌啊。你干那甲我约顺昌，我出来安尼就好啊，其他拢无你的代志。到时阵代志若是办成功了后，这400万就是你的，你就用好好去享受。人命关天，安尼毋好啦。唔好，哼，你哪会遮尔讲啊？在这个现实的社会，你若是无去对付你的敌人，你的敌人反倒转来对付你，这对你敢有利？啊，你家己是斟酌想看觅。回头啊，你有够退呢！啊，即款问题用骹头想嘛知，落爱互别人死，才会通讲你去提价，看到无？对啦，啊死死倒去外面死面大啦，只不过叫你甲约出来尔，也毋是叫你动手啊，你是咧张做啥物话？这代志遮尔大条，我着搁考虑看觅咧。好啦，你是要创啥？创啥？要创啥？好当啊！我这个计划既然甲互你知影，哪有这么简单就放你倒去的道理？你叫我要创啥？放手啦！敢放啦！我杀你！是，好，了。放啦！放手啦！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拍一领衫嘛。来，咱来去。哎，小主啊，你来哦，介拄好。哎呦，我才要去你个说声讲，多谢安尼顺超出面吼，迄块地加卖400万啦。小主，最近为了保同的代志，将咱麻烦你，真歹势。对啦，关于迄招书的代志吼，你着叫顺昌斗相共的吼。我今日吼，就是专门要甲你解释这件代志。
互人掠着迄个走私犯哦，伊每一个人的口径拢讲宝堂是主庙，所以啊，所以顺昌啊，一定互咱掠着宝堂去销案就对了。是啊，无法度甲恁斗相共，我的心肝内嘛实在是真歹势。也毋过顺昌有顺昌的职务，而且即马别人已经检出来讲是伊，所以袂用伊啦，宝堂啊免互掠去关哩啦。啊，我干那即个金孙玉孙尔。顺昌是警察啦，伊听我讲哦，伊无看到宝堂啊，就听我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就化无，就无代志啊嘛吼。那安尼这就是做违禁，是犯法的代志哦。无啊，你是目睭金金要看阮宝堂互掠去，你才甘愿啊？伊本来是一个小姑尔呢，要哪样讲伊是大姑主母啦？哼，我知影啦，顺昌啊一定看阮宝堂安尼欺负美玉啊，伊心肝内咧怨愤，伊就是讲要掠阮宝堂去关，伊才甘愿要看阮宝堂死。袂啦袂啦，你哪会安尼想咧？顺昌是一个公私分明的囡仔，绝对袂因为美玉宝堂的代志，挑工要来陷害宝堂。而且，人伊即马甲美玉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伊甲尹段的感情嘛是袂歹。是啦，阿母，这要爱怪宝堂阿姨家己，上届去做走私的代志，咱好个民主拢写了了，今日就叫伊为伊家己行为负责，去拐过尔，这是应该。嘿，你咧讲啥哈？你安尼乱讲，宝堂啊是啥人？宝堂啊是你的囝，是我的金孙玉孙呢。啊！我的希望拢毋望伫伊的身躯的，伊是要传咱好家休落去呢。即摆安尼希望拢无啊啦！我规日死死伫好家做这面头前，互伊看到。阿母，你莫安尼，阿母。我规日死死。阿母，你听我讲，宝堂啊犯罪，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今日什么人拢无法度暗号伊，任何人拢无法度救伊，你嘛毋通咧为难求主。我咧为难啥啦？我咧为难你哦！啊！伊安尼见死不救啦，咱宝堂也无救啊啦！伊安尼唔救伊，你行行拢安尼替伊伫咧讲话，伊敢有替你伫咧想看嘛咧无？你拢袂当了解，袂当了解我这个最下怕疼孙的心情。免叫我，我毋是你的老母，我无资格做你的老母。其实我嘛知影讲，宝堂是好甲唯一的幸福。顺昌是一个警察，也袂用因为讲是家己的人，就专工来暗害伊。而且，即马别人拢惊出来是伊，伊嘛无法度脱离关系。希望阿母，你会当谅解顺昌。对，你拢对，我拢唔对，我为着好家休会安尼做拢唔对。哎呦，我甲前世人是做啥物歹事的，即阵才安尼。自带你入门啦，啊，你袂死，阮搁再娶一个，这无简单是一个仔孙，即摆这个孙要传流落去，想要互你囝咧掠去关。你哦，你是烧酒钱哦，烧酒钱哦。小叔，小叔，小叔。我哪遮歹命？我爱食饭，想要做生了，想要逃走吼，无我食到饱口开力，来，你检查事啊啦。土济人的命啊，你咬死好啦，我会当看你有挡偌久。要哪办啊？迄小仔即摆还佫毋食饭啦。我中昼送去，便当嘛拢无食。我拄才送去的便当吼，嘛甲好好调呢。好啊啦，你先办啥物代志？即款小可代志你着做袂好势啊，拢是一款会食袂相干的。等你甲我同我讲，我大规要做的代志，无要做袂成的啦。
你若是还阁唔听话，伊会死甲真歹看。罗我顺昌即摆已经咧收集对我不利的证据，咱的计划就要赶紧进行。恁两个甲我听清楚，宝岛我这个狗囡仔，恁若是还阁无在这样说服伊，恁两个就免来记我。是。哎呦，啊你看你去不认顶，怎么会小厝呀？莫甲伊啰嗦，两条路互你行，看是要甲阮合作，将规路啊顺昌创掉，还是要互阮甲你创掉？阮等下管你无别度通行啦。顺昌啊吼，阮来甲你拣出来，而且阮来查阮党的伊的证据，若叫查着吼，你甲阮党的后摆咱无你去当过啊。你去用网义算讲小儿科的，阮党的若去用脏义，这代志就大条啊！只要罗顺昌一天无死，阮只好将你创掉，以免日后你伫咧法院对阮党的不利的证据。恁想要杀人袂巧哟？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是又搁来创啥啦？啊是要来骂阮阿母，啊是要抓阮阿母受气？你着出去啦，阮兜无欢迎你啦！啊，出去啦！啊！阿母，来恁坐啦。哎，顺昌，你伫咧解决好，快紧快紧，去甲找保同倒转来哈哈。哎，啊较早哦是叫阮顺昌莫去找恁保同，即马哦佫叫阮顺昌去找恁保同，啊你是转向啊是哦？老是的，你来这是无礼貌啦。阿母遐坐啦。阿母，无了济啊。保同是安怎是？啊，就迄讲要找大大贵摕钱啦，啊一期3工人全无倒转来，一点仔消息都无，连电话都无敲来，全消息。我这个看吼，大大贵这个人都毋是好人啦，一定是吼大大贵骗咱保同啊，讲要去摕钱，结果却无消无息，一定吼家己毒手啦。阿母，代志毋是你想安尼，毋通胡白讲。啊，若假是安尼，就真严重呢。顺昌啊，你毋紧调查看卖啊？其实我足早就怀疑大大贵，伊毋是一个真单纯的生意人，我一定会将伊所有代志调查清楚。哎呦，别项代志免调查啦，紧找保同啊，转来较要紧啦。阿妈，你免遐尔着急啦，无我敲一下电话家问看卖。免个卡，保同去有美啊，应该死好啦！哎呦，老师，你是咧翻天是？哈，你去内面。我出面啦，我要你面。喂，大大贵先，保同伫你遐无？保同啊，哪会来我遮啦？伊是好教的金孙，你毋着爱敲电话去问好教，毋则对。你哪会颠倒来问我？伊讲即个工去找你摕钱，就一直拢无倒转去，你敢会毋知影是？伊是来遮摕钱，钱摕伊就走啊。要卡生伫伊身躯的，伊要去倒，我哪会知影？你放心啦，若是有伊的消息，我头一个就向你报。啊，卢警官。你上好是搁莫变啥物话语，啊若无，我照常甲你掠。想到罗我顺昌，这么紧就扯到我遮来。保同啊，你若是还阁唔答应，想过你家己唔接哦。保同，早就甲你中过过啊！你若合作哦，死路一条，你知哦？对，你若无阮好过吼，阮共款嘛不了我。好啦，我答应啦，要毋过先讲好哟，我无要动手哦。啊，保同啊，你放心啦，你干那甲我负责约顺昌我出来就好。等顺昌伊若是死，安尼人死就死无罪证啊。对，到时阵，迄400万你摕就会当远走高飞。我这世间阁有骗这更较好的条件是吗？坐啦，你无带人来吼？无啊。
你毋是讲你有代志要甲我参详，叫我免去家任何一个人讲。我一杯咖啡。保罗，你即摆到底伫咧做啥物代志？谁拢无甲厝内联络？你阿妈替你真烦恼，你知影？我知啦，代志办完我就会转去啦。代志办完你就会转去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你是受到啥物威胁是？顺昌啊，啊你若甲警团就拖来啦？伊无带我来，是我家己跟踪来。因为你用伊的时阵，我拄好伫伊身躯边。啊，一个七日哪会数来啊？早一出七仔，你紧张啥物？啊，时间咱来行动，伊敢有知来安怎？嘿嘿，党的即只是真高明的，啊叫保同啊去用顺昌啊出来，啊顺昌掠保同的咧，啊到时保同的吼，为了要避免入监，一定会甲伊起冲突的。谁若死吼，保同啊拢脱袂离开关系哦。若无死个咧走倒出来，咱马上甲创掉。